大家好，家業手機更新咗，監管者都可以玩啊！今次係自己一個單排啊，用紅夫人跳上2樓啦！大家記得單排一定要帶回情書啊！呢隻 BB 好煩啊，我要打死佢！如果你用晒免費入場券呢，要收集10張添頁先可以玩一場監管㗎。喂，偷我嘢，等我撞死佢先。係我嘅呢個土豆，唔好搞事啊！呢個 BB 唔想理佢，好煩啊！監管者可以用針拮自己回血，或者打怪都可以回血㗎。不過大家小心俾怪圍毆啊！係咩呢？不要啊！完全唔想要咯。我等佢同紳士打交，我要走先啊！你哋見到啲夾咧，可以打爛佢噶。跟住我呢度係用咗嗰個好似尋寶嘅技能，佢會指俾你睇寶箱喺邊。俾埋晒啲垃圾我。哇，現金，哇，有求生者啊！打死佢偷佢嘢先。哎呀，哇，偷襲我！呢個阿伯好煩啊！得閒唔好激嬲紳士，等我做咗重要嘢先。咩嚟呢？依家得閒打佢啦，你去死啊！用埋個衝刺撞佢，快死佢！走嚕！殺咗28隻怪咯，另外一場有錢啲。